请啊，继续来看南投草屯的新兴宫举办绕境祈福的活动。讲有一个男子对伫个新桥队伍的后壁，一面卡锣，一面挖进着面体。宫庙人员怀疑，伊想要甲民众讨红包，就甲阻止。但是这个男子无咧信道，也是继续来挖进其他的民众。庙方特别来提醒，讲迄个男子毋是宫庙的人员，乡亲若拄到不明的人士要讨红包，就要特别注意。查甫人哪行哪卡锣，各行向路边等咧拜拜的民众，无用绕境的宫庙人员发现无对当，喊问伊要创啥？你毋是庙内人咧，你甲我要收红包啦！查甫人敢若是当作无听到，头蒙蒙的做伊行向另外一边的面体。你甲我要讲收红包，等互人个庙里叫误，你敢知影？无要甲宫庙人员信道，查甫人继续甲民众拍招呼。你讲我讲袂听呢？莫搁来遮乱啊！昨下晡，南投草屯的新兴宫举办绕境的活动，有民众发现一个查甫人对伫新桥的后壁，敢若是要讲讨红包。他也不太会去主动去跟人家要，但是他会靠近，就是看我们会不会给这样子。宫庙人员伫市区无用绕境，沿路有未少民众款菜换金价。庙前的广场甲放烟火烟爆地起，地方民俗活动闹热滚滚。杨国说传出有人趁机会想要讲讨红包，互庙方真困扰。伊早以来就拢安尼，买钱买红包的，明仔载伊甲阮庙里拢无关系啦。庙方强调，民众敢有要包红包，都爱看因家己的意愿。要不过这个查甫人毋是宫庙人员，伊的行为嘛甲绕境的活动无关系。提醒民众，若是伫庙会活动时，当到讨红包的人，都爱特别细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